Hello， 各位街坊，今日就唔係同你講早晨啦，今日就夜媽媽噶啦，都係嗰句樓我幫你睇得唔得？你話事。夜媽媽，哇！你睇幾開闊嘅位置呢度，呢個地方邊度？呢個地方咪錦繡海灣城咯。咁你話好多街坊話錦繡海灣城以前就叫係一個鬼城，係咪真係鬼城啊？撳住我哋鏡頭去望一望啦。未嚟之前，因為點講嚇？其實我同錦繡海灣城好有淵源嘅。MD 之前咧就係喺敏捷集團做嘢，10年8年前咧，我係每個星期都要過嚟呢邊開會嘅。想當年咧叫做咩狀態啊？喺錦繡海灣城想揾餐食都好難，但係今時今日我再嚟到呢度一望嘅時候，哇！你望下個鏡頭，跟住我哋鏡頭一齊去望一望。一路行過去，10年河東10年河西啊，唔係講笑。10年前呢條街夜晚你唔着個遠光燈都睇唔清條路啊，今時今日真係睇得好清啊，全部都係人頭啊，邊個夠膽仲可以講錦繡海灣城係鬼城啊？而家你睇個宵夜檔，黃島川菜嘅燒烤同你古法彩椅按摩店大家要留意，錦繡海灣城咧可以稱之為一個珠海嘅後花園，因為呢度離珠海真係好近好近。我哋嚟到呢一頭睇到嘅啲車咧，大部分車牌都係粵 C 珠海牌嘅由呢度去到我哋嗰個港珠澳大橋，港珠澳大橋。目前嚟講應該都係30分鐘到可以去返港珠澳大橋㗎啦。目前錦繡海灣城咧，大概佢嘅價位係去到1萬到11000之間咁呢個盤係超級大盤，大到係咩地步咧？超過1萬畝嘅樓盤，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較少呢種概念。超過1萬畝嘅樓盤係咩概念佢嘅開發週期真係長到嚇死你啊！成10年前 Andy 喺敏捷做嘅時候就喺度開發，當時已經開發咗成10年，今時今日仲係喺度開發，仲有好多地可以開發。你睇翻鏡頭燒烤檔對面馬路嘅啲超市乜都齊晒，煙火氣好重啊！今時今日已經。啲煙火氣真係重咗好多，完全唔同咗。我睇睇超市牛雜麵以前咧得咩咧？我哋講錦繡海灣城有3寶：龍江豬腳飯、蘭州拉麵，再加沙縣小食，呢3大主力王牌。今時今日你睇咩？豪門燒烤、海灣燒烤、天貓電器城、電白鴨粥潮汕砂鍋粥。不過講開電白鴨粥，Andy 食過，我又唔係幾中意電白嘅鴨粥今時今日你睇有咩咁多嘅品種喺度，乜都有養生堂診所都有診所牙醫診所喺呢度一條路行過嚟，全部睇得到當然。因為呢個盤大所以喺個盤裡面嘅交通工具，一般啲業主都係揸電雞多噶啦。想出入嘅話，因為呢度真係好大，大到係咩地步呢？以前我哋自己去巡盤揸車巡盤都要成20-30分鐘先可以行完呢個盤。你話大到咩地步？但係到今時今日，佢仲可以起由呢度過咗去之後就係珠海嘅唐家。高新區隔幾步路嘅，所以係好多珠海嘅啲客戶喺呢邊直頭就買樓，因為真係同珠海唐家比起身好有價格優勢。咁唐家 Andy 前排去過華發嘅嗰個珠海灣第4代，當時我記得係大概去到18000、19000。呢度嚟華發嘅珠海灣咧係大概20分鐘到10零20分鐘，10零20分鐘個價格就剁咗一半，所以佢嘅性價比係確實真係幾高嘅。
睇翻啲樓啦，唔敢講多啦。如果你話10年前嘅錦繡海灣城一棟樓得1/10嘅人入住，今時今日呢，一棟樓有30%左右嘅入住率。我相信未來呢度嘅入住嘅人口真係會越嚟越多。當年我哋做項目做錦繡海灣城你會諗咩啊？招商係免鋪租㗎，都冇人肯嚟啊！而家你睇，哇！錢大媽旺到人頭湧湧，仲有零食有名呢啲賣零食嘅齊晒，生活嘅便利度係真係不可同日而語啊！人頭湧湧仲有萬家超市、藥房。今時今日邊個仲夠膽話我哋嘅錦繡海灣城係鬼城啊？嗰個係水嚟嘅。大概係咁啦。今日過嚟呢邊冇咩嘢食完飯同拍檔過嚟呢度食個宵夜，所以順便拍條片同大家夾一夾幫你哋睇一睇。都係嗰句，樓我幫你睇得唔得？你話事。這個是啥？豆乾嗎？那個是腐竹。腐竹啊！你影啊！行到悶悶地，執翻啲嘢食先，啲老菜。其實呢度啲嘢都幾多嘢食㗎，唔係講笑。一圈行住落嚟，你見到一大扎嘢食。品種豐富。這個是什麼來的？那個是面筋。再打點肉絲可以了。鴨腎鴨腸。不要撈這麼多啊。3個。2個夠了。好嘞。然後豬耳朵。豬耳朵這個可以嗎？這一點。你幫我切片啊。我知道呀，這夠嗎？那這一個可以了，小小的可以了，不用太多。這沒有多少呀。這個沒有多少。再來一個雞腿，就這樣。這個10塊錢的啊。都是10塊錢的。拍視頻沒事，又買點東西回去做宵夜。看到你這裡的東西，好像挺好吃的，應該也好吃。要不要吃辣？吃辣？要不要吃辣？不用了，標準的就可以了。好嘞。你本來就有辣味的了嘛？這個不是辣味，我們是原味的，沒有辣味的。一堆嘢，哇！我們這是原味的。加加埋埋22蚊。鹹咯。不會太鹹的。我們是屬於徽菜。估唔到海灣城都可以見到一間咁鬼靚仔嘅咖啡店。海灣城都有9個9嘅美式啊！得地啊！老細好 nice 嘅老細。呢度仲有好多貓喺度嘅，老細養咗好多貓喺樓上嘅，仲有個貓房嘅。